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林雅珊，欢迎收看5月30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港地区一块农地接受大量废弃物掩埋，议员郭清华指出，一旦土地受到污染，对着农渔业拢会产生真大影响。伊怀疑台港其他的土地也有可能成为掩埋的地点，要求环保局进行全面清查。议员郭清华指出，台港地区一块旧气温地被摕来带大量的树叶废弃物，伊怀疑其他土地同款也受到污染，要求环保局做全面的清查，10几档内的重大公共工程，采用检查是毋是有被偷带树叶废弃物。这个土地边啊啦吼，已经4块单位咧吼，拢总咧养殖嘛。你只要放1档，甲只要放2档的时阵啦吼，无形中啦吼。这个污染吼，伊愈来吼会愈开嘛，愈来愈开嘛。是毋是讲吼，咱检查已经有事实吼，有迄个有害物伫遐哩啦？是毋是咱会当用行政命令的时阵，叫这个业者也好，还是叫这个土地的负责人也好，因安那念呐，因爱赶紧来这清理遮的事务。哦，啊，如果因若讲要等事啊破决的时阵，污染已经既成事实的时阵，是毋是希望市长你会当这用着咱的行政权，甲遮的这废弃土、废弃物的时阵吼，早日来车去合法的所在。市长表示，将指示环保局要求业者也即是地主，将废弃物刷到合法的所在掩埋。是毋是有即个偷带废弃物？这点应该是较无问题。因为咱无论是重化也好，吼，也是重大工程，伊的土方拢有合法的来源啦。而且呢，地政局甲相关的局处拢会去检查，所以这部分公共工程应该是无问题。第2点呢，你讲的是讲无即间公司过去是毋是有伫啥物所在申请带啥物土方？这点我会当列一个案子，请环保局来处理。同时，议员要求农业局会同有关单位建立一套申请的程序，让所有伫农地气温填土的案件，拢要经过合法申请。台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议员刘进昌伫市政总质询上指出，连着后壁里公园计划多年，到今拢无任何的进度，要求市府注重区内民众的公共建设，互生活机能更较完善。同时也督促民政局早日完成关闭公墓的迁葬计划，以改善门面。林德区后壁里多年来拢无公园，互社区民众会当休闲散步。议员刘进昌上午借着总质询的机会，再次替地区争取公园建设，希望早日完成开辟。因为咱后壁厝6个里内底有将近3万几人人口，陆续增加当中，但是因为并无公园，所以呢，附近的人民，阮这时大长辈，60、70、70岁，伊即摆若要去运动，我去学校7点过就不准一般人出去嘛，所以若6点半、7点就爱离开。以致地方上，这时大长辈囡仔幼儿也无所在能去运动，尤其是这土地地主，当年来受到政府无征收，也不能利用，放伫遐，要移转过户，还佫缴政策税，而且呢，要卖佫卖袂出去，所以呢，这件代志呢，希望咱地方爱重视。就是讲，你若变更做主体区也好，商业区也好，你嘛是爱缴趴数互台南市政府嘛？那安尼是毋是吼？比如讲，伊原理50%，市民人原理讲好，啊无因为即摆市价已经加足悬啊嘛，伊原理要摕50%，等于50%互台南市政府，啊无咱就甲征收，安尼好无？来开辟公园。另外，议员关心到关庙国中边啊公墓迁葬的问题，强调该处是为外地来到关庙的重要入口，应该维持较好的门面，好由市府早日完成迁葬的工作。关线呢，伫关庙的所在，迄个入口，规沿过关庙的中山路到处边有真济公墓，一期已经来清刷，二期咧清刷当中，看起来公墓有较少啊，但是问题是。要无清刷以前看起来有那真杂乱，
希望咱早日来完成，这是要入关庙一个门面。那么呢，规营目前新发展有高铁带动，可是呢，要入关庙的这所在呢，还佫爱在开发之中。如果这个公墓呢，咱赶紧来甲伊刷完成，使得地方呢有一个公园兼绿化，互来过路人会当来休困。看到这个门面，会当大家真欢喜，带动关庙的发展。对此，民政局长陈宗安回应，市府伫去年开始推动适当的公墓迁葬计划，因此将以优先的顺序做完整的评估。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南科是台南市发展快速的一个地区，同时也是交通利便的所在。因此，议员杨树华建议将新市政中心设伫这个位置，强调将会当节省真济交通建设经费，也带动邻近地区的发展。针对未来新市政中心的位置，议员杨顺发建议设立伫交通利便、发展快速的南科地区，因为若是将市府设伫这个所在，就会当省下真济交通建设经费，希望市长会当纳入考量。第一行政区咧，我来讲南科的所在好就好咧，伊的交通网，南科的交通网，若来设第一行政区，交通网有够好，对南边过来，南渔港。搁过来，咱的善化，这个火车站，铁路火车站，搁过来就中山路、中山高，搁过来还搁有国道8，这个交通网有够好。将来若自咱这个第一行政区来设在迄个所在，那么会当省足济，咱的经费就是讲，遐的发展性真拢目前拢有起来啊，道路开辟嘛拢好啊。所以，若用在遐咧，咱的道路开辟会省偌济钱，减征收的钱，减啥拢总省着。所以，伫遮，咱拜托咱副市长，当然伫遐讲，市长应该会知影，甲市长报告一下，这个所在列入重大考虑啦。这个所在若能设在遐啦，第二个站按了，迄就100分啦。另外，议员关心安定区的排水建设，表示伫树林里甲苏厝里两个所在，北边甲南边连邻站门溪甲嘉南大圳，每一摆拄着大雨就淹水。今年雨季又搁要来临，恐惊居民搁爱受到淹水之苦。希望公务局会当加强排水设施。对此，公务局长回应，将会同水利局到现场进行勘查。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安平港到澎湖东吉岛定期航班首航，28号上午由台南市长赖清德带领，坐冬季浮气轮前往东吉岛，重现这条充满历史意义的航线。希望这条航线伫开通以后，方便台南甲东吉之间的交通，进一步帮助两地未来观光产业的发展。澎湖东吉岛距离台南只有2点钟的航程。过去有真侪岛上的居民选择移居台南，目前伫台南生活的东吉人将近有2万人，遮尔啊侪。为了互乡亲回乡之路袂搁再遐尔啊遥远，这条由着钟顺祥董事长一组开辟台南安平港到澎湖东吉岛的定期航班，28号首航一天，邀请台南市长赖清德。立法委员也有议员贵宾共同出航，做伙串联起府城甲东吉的纳石公路。这个岛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哈，不管是地质的景观，或是丰富的人文又或者是漂亮的生态以及非常特别的这个海洋资源，其实都非常非常值得去发展观光的好地方。未来呢，台南市政府会跟澎湖县政府合作。作为2个县市政府合作的第一个平台，来帮助这个东吉，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让观光的产业呢都能够发展起来。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希望这个交通部观光局应该来协助这一个地方，让它有固定的水，然后稳定的电，那同时呢，一些老旧的失修的房子呢，应该要有一个计划。来协助民众修复，做转为民宿之用。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观光资源就会起来。东吉岛周边海域有丰富的渔产，岛上特殊的玄武地形，也有非常清的海水，让东吉岛成为真侪喜欢畅水的人的天堂。
透过台南、澎湖两地政府合作，共同推动定期航班，也让这个只有10外人口的小渔村再次吸引世人的目光。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汽车哦，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建平里2档外前的新的社区爱心会，每一档3节拢会送予你来的家收礼盒顶6岁1份红包甲礼品。今年伫康黄金慈善会顾问的赞助之下，佮加码加了自备等物资，将为拜6开始正式发放。这摆关键敢若准备的超过150斤，其他也有5个杂粮、米粉等物资。而这拢是黄金慈善爱心协会顾问林建新加码要送予建平里嘅收礼盒甲独居老人等弱势里面呢。搭配你来5日节原本就送600块红包甲礼品。上午伫社区总干事陪同向前线进行观检，希望抛砖引玉。我们每年我们红3节都会送我们低收入600块红包跟应景食品。那这次真的很感谢开完金那个林顾问来帮我们加码送我们那个每个低收入户都有一个在5斤的糯米所以说真的很感谢他。那我们也会把他所捐的的这个东西一个一个送到我们的每个低收入户还有边缘户独居老人的手中。一下那个低收入户，然后希望社会大众可以关怀一下这些低收入户的状况，然后顺便跟那个这活动一起参与这样。建平里预计6月4号、5号2天发送予32户弱势，嘛期待里面会当互相关怀，透过社会资源来具体协助。台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新美街旧青美街为民族路到新公路之节，除了佮保存未少的老店面，这几冬来佮牵少年人假日，慢慢形成特色老街。同时，难能可贵的是，业者佮自发性推动社区营造，就是希望再造新美街成为富社文化的新地标。对民间自发性协助中西区公所所整顿的巷内空地开始，除了踏出社区营造成功的第一步，嘛是当地这店家，不管是日本时代特有的传统中药批发店，亦或是新兴的店家，包括去年3月进驻甲人客交流的民俗业者，以及见证新美街繁华到稀微。目前伫外地工作，坚持以新鲜水果在店来行销美街单方便。所新旧之间已经成为特色老街，期待形成一份新的生命力。刚来那个台南的这条街的时候，感觉这条街都非常的那个破败，到处都是那个灰尘。但是现在的半年来之后，很多年轻人、很多文创的工作人员进驻之后呢，就慢慢的越来越加的干净，而且呢人气越来越旺。整条街的生命力就越来越旺盛，所以呢，也非常希望这条街以后能更加的美好。因为米街在比较年轻的一代，他好像都已经遗忘了嘛，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来这里创业之后，然后我们希望说，让大家可以知道说，我们这个丰滨果铺所在地的这个米街，它是以前台南最繁荣的一条街道。那因为它已经没落了，所以我们就借由说，整个像类似空地的一个活化，一个社区的再造。然后还有办了一些所谓的创意市集，还有一些用我们最原始的方法，用双脚去认识这个街道这块土地的一些
的方式哦，然后让更多人可以来到米街，然后从米街出发认识整个台南。开始伫遮有讲袂完的故事，所以业者嘛甲居民形成共识，推出食米唔知米价活动。6月10号、11号2天已经是第3摆，加上探访老家，一步一步现场的导览，拢要互在地人对虎城、对米价情感形成另外一种延续的信用。电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因且5日节的连续假期嘛是年中庆的促销，有购物中心除了推出满千送百优惠，佮锁定学生推出毕业护照，希望带动庆祝消费，再突破顶一个母亲节档期业绩成长3成的高峰。购物中心迎接5日节嘛拄到年中庆的促销，到底有啥物特别的好料包伫粽内底？除了伫竞争激烈的百货市场备受瞩目，当然嘛是消费者抢便宜上好的参考。其中今年业者除了有满千送百优惠，也针对毕业生推出护照，要互规个热天伫中心消费拢好康。开始对着购物中心来讲，除了迎接5日节的竞争，顶一个母亲节的档期嘛突破无好的景气，业绩成长3成。母亲节这一波，我们的一些那个业种，都比去年业绩都有成长蛮多的，就像我们的化妆品，跟去年也成长了将近有30几%，内衣，那内衣也。成长20几%。那本来1楼的女学区把它移到2楼来，那也比去年多了100多万。因为去年的女学区在1楼有600多万，今年的女学的母亲节的档期有突破到700多万。6月2号开始到29号年中庆，聪明的消费者不妨参考比较。电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中营路中105年度的毕业成果发表会，以幸福出发站作为主题。除了有各科学生的毕业作品、甲社团成果以外，美容甲时尚造型科的作秀，更是重头戏之一。制作作品的展演，展现学生3天来的学习成果。中营路中105年度毕业成果发表会，有来自各科的学生、社团的动静态展演。同时，今年各将毕业展览的主题定做“幸福出发站”，由着 model 打扮成新娘的造型作秀，为彩妆、头毛一直到破脸、手链等等，拢是由学生家己设计，展现学生熟练的技艺。幸福出发站我们就是融入新的思维，那我们把各科都以幸福为出发所以举凡新娘的造型，还有一些婚庆的习俗，还有烘焙新娘礼品，我们就用各科这样把它呈现出来。那我们把今年定为幸福的元年。以着东条宫殿贵妃造型作为创作主题学生作品，一出场就去引奖人的眼光。无论是艳丽彩妆，或者是model的头壳顶，利用安连线、假头毛、甲各种的铁片、布等等组装的头饰，拢相当的精致。另外，学生佮采用安连线、报纸等等的材料，创作出树木、蛇、白、树顶动植物的造型，将大自然的元素纳入彩妆佮造型当中。希望唤起大众对生态保育的重视。我们是以动物森林的系列为主，那就是我是以比较温柔柔和的方式去呈现蝴蝶还有花的结合，就是出现在森林里面。那我们就是以最轻的素材，就是沙，然后用比较温和的颜色去呈现。每一件作品都是学生几啊个月以来辛苦的付出。透过成果发表会，也看出学生伫近3天来技艺养成。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地云底渐雨，也是雷雨的天气，温度28度到32度，落雨几率4成，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8级。
感谢你收看5月30号的中嘉台南地区新闻，我是田雅珊，咱再会。